使用手机的语音助理可以开启 Google 相簿按那萤幕正下方圆圈那边请开启 Google 相簿就帮忙开启了 Google 相簿在麻豆总园那边的展览拍的照片但是那个显示日期怎么会是1980年1月6日？那个时候还没有用智慧型手机还没有用智慧型手机1980年1月，怎么会这样呢？